骗，大家的走众生变身，每个需要保护。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8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下内阁有3位首长请辞，传讲经济部长会换景明鑫来做，因来行政院长甲副院长会继续留任。第二批罢免投票已经起过，国民党有70位立委接受民意的考验，因透早嘛拢已经陆续完成投票。今仔日嘛是13点胖的公投，民众党到台北车头，呼吁18岁以上的公民一定爱出门投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内政府的内阁要改组，昨经济部长郭志辉、所有发展部长黄彦南、有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拢发声明请辞。所来的经济部长就会交予景明鑫责任，行政院秘书长会交由张顺涵来接，若是行政院长杜英泰甲副院长郑丽君拢会继续留任。大家早。好。我还是要照导演出。经济部长郭志辉日日出席高雄活动，亲像有感觉是经济部长任内最后一场演说。不过这片发挥而是照顾演说，都伫暗时8点外，经济部对外证实郭志辉以健康因素请辞，也有所谓发展部长黄彦南因为8月底照条期晚归建中研院，甲因为性平案请辞的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应该会让总统有更大的空间去通盘考量整个未来内阁的团队跟整个的人事的布局，这样才能让国人在最近以来对政府的各项期待，我们都听到、看到，也会做到。民意代表当然有地方有中央，那更是要配合行政单位一起来努力。所以我想用出师表的这句话来形容是最好的。公中府中聚为一体，我们国家就会往前走。今年1年外，内政府会启动内阁改组，总统府秘书长周敦涵传出是内定行政院秘书长人选，行政院秘书长江明鑫内定接任经济部长。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甲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2个人拢留任。外界分析伫关税、协商议题，也有罢免后行交叉之下，改组名单蕴含稳模期待。823在即，内阁总辞势在必行。但如果到最后演变成是想做事的人求去，而听话的政治正确者都还可以继续留任的话，那恐怕才会离民意越来越远。希望那一政府不能用人为亲，要用人为才，也不能老是用派系，一定要用专业，这才是能够解决人民的问题。邓台有希望第2个正式对外宣布内阁调整布局，这波内阁改组幅度真受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敢有出门投票呢？今仔日是7位立委罢免案的投票，嘛是13点胖的公投。镜头来到台中的投票所，民众是已经陆续完成投票。咱做伙来看现场的画面，连线予台语台记者杨淑晴、曾俊优。今仔日是8月23罢免罢公投的日子，记者目前是伫咧台中的恒春国小投票所。今仔日的天气真好，不少民众嘛伫透早就出门来登票，部分的投票所佫出现排队的情形。那今仔日除了13场敢要定胖的公投，伫台中嘛有3位立委的罢免投票，分别是第2选区的江宽恒、第3选区的杨庆英，佫有第8选区的江启臣。3位立委嘛拢伫透早的时阵就出门登票。
江启臣咧登票时阵，面对媒体是表示，希望这道结束台湾社会会当和谐团结。那杨庆英是杀到坐轮椅的老爸，同齐去投票所，也江宽庆去投票所的时阵是沿路向民众拍招呼，看起来心情轻松。到目前为止，台中各投票所的投票进行拢顺利的进行。那离投票结束也剩无1点钟久，也未出门登票的民众都爱把握时间。以上是记者伫台中上新的情形，咱即阵将时间镜头交登去互主播。台中市3个选区立委江启臣、杨庆英、有江宽恒早起时量已经登完票啊。因除了感谢亲人甲团队，嘛讲毋管结果是安怎，因选后拢也是继续为民服务。早起才拄啊过8点，民众已经伫投开票所排队投票。台中特别选区立委江启臣又找人陪伴投票，伊希望选后政治甲社会会当安定正常，团结面对各界挑战。台湾的民主政治回归正轨，我们的社会回归和谐安定，然后呢，人民之间大家相互尊重包容。那最重要的是团结面对国家的挑战。第3选区立委杨庆英是坐轮椅的爸爸做伙投票，伊讲投票日享受难得的天伦乐，随后就会继续工作走行程。今天初一有真侪开香的，还有很多的山区空的哦。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我还没有去上香哦，所以我待会立即开始展开我的服务工作。因为感冒挂嘴暗投票，第2选区立委江宽恒是感谢团队辛苦付出，也希望民众踊跃投票。现在陆续都在投票，那也希望各位乡亲趁着天气这样子很好，那早一点出来投票。中部投票日天气真好天，各选区罢团代表嘛伫早起陆续完成投票。还是呼吁大家一定要出门投票，带着你的身份证，带着你的印章，一定要出门投票，这样。那这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益，这样。宪法赋予我们的罢免权，那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也很珍惜。那我今天呢，也是带着这个平常心来完成这个投票，那也会来尊重选民最后的选择。罢团代表呼吁民众遵守宪法，予咱的公民权利，也会尊重投票结果。投票一定到下晡4点截止，明年结果会如何，各界拢在关心。记者采访报道。过来看南投这部分，这届有2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要投票，一个是马文君，一个是尤浩。因为南投今仔日的天气是真好，有真侪民众拢趁好天，赶紧出门去投票。连线互咱人伫咧南投的台语台记者辛怡，佮林秀凯来关心现场的状况。记者即马伫南投县玻璃镇2百里1会所这个投票所，这嘛是南投县第1选区立委马文君罢免案的选区之一。今仔日的天气真好，嘛大大提醒民众投票的意愿。现场陆陆续续会当看到真侪来投票的民众。而且根据监票人员讲，有袂少少年人拢来投票。另外，早起这个投票所发生有一名妇人第1届投票线等唔着印啊掠票的事件，根据选委会规定是违规的。选务人员嘛报予南投县选委会调查甲处理当中。即马离罢免投票结束的时间，干那剩无到1点钟，呼吁民众爱把握时间去投票。用选票来表达家己的意见，出门投票嘛爱会记哩早投票通知单、身份证甲印啊，到指定的投票所投票。以上是记者林玉凯甲辛怡伫南投的采访报道。感谢辛怡替咱做现场的报道。过来看南投县长柯淑华早起是陪国民党的立委尤浩，佮马文君伫咧家己的选区完成投票，嘛鼓励选民会当把握时间投票，珍惜表达民意的机会。透早投票所才一开放，民众就陆续来准备要投票。国民党南投第2选区的立委尤浩，透早也伫南投县长柯淑华甲民众党立委麦玉珍的陪同，完成公投甲罢免案的投票。票还没开出来之前，总是还是会紧张跟有压力的。最主要是说，也是担心或是希望就是今天投出来的每一票，不管是投票率，大家希望能够出来踊跃投票。随后，国民党南投第1选区的立委马文君也伫县长柯淑华等人陪同，伫候召所在地玻璃完成投票，心情看起来真轻松。伊表示，经过这13晚的努力了后，希望一切会当恢复正常。
那今天投下这个神圣的2票，我们希望守护台湾的民主，让台湾社会更安定，我们国家可以有更好，然后大家更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今天呢，就可以结束了这场的闹剧。我们期待执政党呢，可以把整个的重心呢，还是在专心于我们的国事啊。2个罢番的带头人也陆续透早完成投票，除了呼吁南投县的选民爱把握手中的2张选票，也表示心情真平静。今天心情的话，其实是有点如释重负的，因为已经走到最后一天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今天天气还不错，就是没有下雨，然后晴空万里这样子，所以还没有投票的，赶快回来，赶快出门投票。不管是我啦，就是包括就是其他有一起协助参与的人，当然一定是很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回去陪伴就是他们的家人这样。罢团表示已经尽上大的努力，这摆投票时间有计到下到4点，结果安怎都看选民安怎选择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新竹这边，国民党的立委林思明甲牵手做伙去投票，伊讲家己的心情就甲今仔日的天气同款好。因那新北的部分立委罗明才和市长柯友宜是做伙去登票，伊感谢亲人的支持，嘛讲希望一切会当赶紧恢复平静。伫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伴，立委罗明才前往投票所，面啊一直笑笑。只是面对823第2波罢免案，伊表示直直反映这1年这么侪议论。伊讲耳也是听到要结案，啊毋过有家己的人互伊温暖，伊哪讲哪想要现场唱出来。遭受很残酷的霸凌因为这个选举啊，在我30几年来没有遇到过所以有点孤单，有点寂寞，心里有点冷不过我想到了一首歌朋友就是一辈子一路走突然感觉到好多的温暖不断的来鼓励我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是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刻。另外一方面，罢免罗明才的罢团领衔人500位是伫个离车停较无15分钟的安坑国小投票，强调结束了后会等于到家己文书工作者的身份，继续为故乡这块土地尽一份心力。我们其实这次也觉得很紧张，那因为毕竟是3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各位志工一路走来大家的陪伴，在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一样回归我们公民该做的生活。对，我们都为了这块土地一起努力过了。同款面临罢免案的新竹县立委林思明，家己后透早出门投票，表示家己看真开，心情都跟那天气同款好。阳光的面对这一次的一个罢免的一个投票，天气这么好，当然大家就会想出来投票了所以今天的投票率，我想一定会超过50%以上。反正我的心情是很 open 的啦林思明嘛讲到，最近这1个月受到无理性的攻击，希望投票结束了后会当有效阻止，安尼无对规个台湾的政治发展，唔是真好的现象。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除了是立委罢免案的投票，嘛是核三丁芳的公投。这公投甲罢免选举无同，今仔日投票日也是会使选团，所以在民众党就到台北车头去呼吁18岁以上的公民一定爱出门投票。总统赖清德透早就伫个台南安平国中的投票所，面啊笑笑，表情轻松。投完票是向镜头一手，啊毋过并无接受访问。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较慢伫台北市三民国中投新城的一票。伊嘛讲，伊家己有投票权以来，大概拢有出来投票。无论是从里长到总统，或者是选举、罢免、公投各式投票，我没有一次缺席过。这应该也是我们整守民主时代每一个国人应该有的权利，大家尽量珍惜。新接任的民进党秘书长齐国勇嘛投了新城的一票，对于公投跟他表示，相信国民党拢会尊重结果。今天结果出来以后，也表达了民众他们的整个的想法。那不管怎么样，哪一个政党都会尊重。一直杀核三展开公投的民众党再去举办一系列宣传活动。公投甲选举罢免无同，伫投票日也是会使宣传。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来台北车站所摆设的活动场头前，甲民众做伙翕相，也呼吁满18岁公民一定爱出门投票。下午4点以前，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下午4点以前，请抵达投票所，记得出门投票。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
另外一个对玉山电开公投也真侪改表态的和谐党首长董祖贤是表示尊重公民的决定。你看那个阳光这么好哈，我的心情跟阳光一样，风光明媚。总统会不会担心投票率？所有权利投票的公民来决定了哈，我们就不必担心。虽然公投伫投票日会使宣传，不过也是有限制，包括投票所内禁止穿甲挂公投相关的文字、符号，也是服装等物品，也袂使借由公投民调也是宣传，偷偷伫做罢免宣传活动。记者采访报道。大家关注的玉山厂，就伫咧屏东的恒春投票所，透早就有真侪人来投票。屏东县长张春美是强调，伫咧安全检查甲核废料等等的问题，拢也未确定的时阵，就举办公投，对屏东来讲，有影是真无公平。也若是恒春的镇长是表示，考虑到国家的发展甲电力的需求，这玉山厂是应该爱停放。屏东县长周春美透早伫随何陪同来到中正高小，23毋若是第2波罢免案投票日，也是屏东玉山厂监视中客的公投日。周春美投票了后，佫一摆表示，伫中客安全检查、核废料去除等问题，也无明确答案时的公投对屏东无公平。辐射的影响，还有它地震的危害，我想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调查报告。那在核三停议的短短3个月内，要来做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对屏东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周春美呼吁，互运转40年的玉山厂安全停转。也毋过来到玉山厂所在的恒春镇镇长坦白表示，徛伫国家发展甲电力需求的角度支持中客。电力如果不足的话，绝对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是赞人工核三协议这个部分啦，因为所有的技术都很成熟了嘛，而且咱的管理的机制、监控的机制也都非常好。电方领袖各有立场考量，民众也是离玉山厂上近的南湾分校投票所8点左右，就陆续有人来投票。面对关系技术安全甲经济发展的议题，居民心中看待。核三有没有重启？其实我们在地，其实我觉得是影响很大，生活上、经济上、环境上都影响很大。还是要以科学来判断了。民众伫投票所内投下新鲜的一票，展现公民意志。尤书记强调，也呼吁民众以平常心看待，无论公投敢是通过，拢尊重结果，以相关法规办理后手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有设一个网站，只要这医事人员有牵涉性病的案件，嘛经过司法判决确定，民众就会当伫网络去查到。不过，医事工会专联会就表示，这甲医生的工作权、名声、佮个资有关系。若是无法律的授权，恐惊就有违反宪法的疑虑。最近国内医事人员涉嫌违反性病事件连环报，伫国家要求之下，卫福部承诺开会的性病事件资讯专区伫8月中旬上线，民众会当上网查询，倒一寡是性骚扰惯犯的医师。不过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声明表达无共意见甲立场，认为外界无适合用容易点卡的高度、大标头的称呼，而且无明确的法律授权，可能有危险疑虑。如果今天我要让别的医师不能看诊的话，我是不是检举他对我性骚扰就好？那接下来就立刻被停止，确定调查无罪，那以后才在做事后的弥补。很多的名誉的一受损之后，要再弥补都是很困难的啦。专联会表示，资讯专区设立标准爱有法官机制甲判断的标准，平台也爱设立消费司法机制。重大案件会当以一定的时间摕落来，较轻的人爱搁较短期来移除，无适合永久保留。资讯公布爱符合比例甲平等原则，落实性病三法。政府甲地方机关爱积极面对性病事件，对已经公开案件爱重新检讨，搁建立补救机制，除非有重大搁有具体事件，搁造成严重伤害。那无适合采取停业还是撤销的处分。无论像是教师、律师都已经建立相关的揭露机制，更没有设定消灭时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正因为他只要有职业，就有揭露的必要。如果在司法机关确定有这个判决，我们就会把它连接，又是医事人，我们就会把它连接上来。所以没有所谓的所谓什么期限的问题啦。
卫福部强调，依照法律的处罚甲矫正精神，本来就是希望处罚了后，当事人会当改变行为，袂过犯错当刑期结束，都毋是犯罪者。所以呼吁医界爱建立团体内部机制，强化法律观念，都是应该有的专业伦理，才会当建立专业尊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因为漏涉性平案当事人的个资，所以接受调查。今麦教育部的性平会是认定伊无违反性平法的规定。这消息一日出来是引起教师团体的批评。教育部性平会调查3个月，认定叶秉成无违反性平法，引起舆论批评。当事学生伫社群表示靠规工，认为去互执政团队搁再伤害一届。持续协助当事学生的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坦白讲，对这个结果一点仔都无意外。对教育部来讲，我们毫不意外，因为过去我们是跟教育部在多次讨论的状态之下，我们觉得教育部给我们的回答并不具有相关的这个知识。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到8月8号，他甚至都还在问我们说：“请问叶秉成次长到底有无泄露你们的资料？”黄淑君讲，教育部新闻稿了后几点钟，叶秉成发请示声明，提起经性平会独立调查相关真相，希望同学会当早一日情绪变好。不过也是无对当事学生感觉失礼。叶次长到现在都不觉得他对于学妹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伤害。他觉得他就是身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吗？如果他毫不自知自己的错误，我相信全台湾的人民都有眼睛在看。性平会议叶秉成不是性别事件案的调查成员，也是相关主管，无违反性平法规定，也甲是不是牵涉到违反个资法，不是性平会审议范围。教团批评教育部是震撼的2种标准，引起基层的怒火。基层老师来看是觉得蛮惊愕的。其实任何一个从事教职教育人员，我们都有保密的义务。但教育部的性平报告却告诉我们，这样的行为是没有触犯相关法令，是没事的。那未来，请问这样未来我们如果基层发生这样的事情，教育部也是要用同等的标准来看待吗？同期教师会引用性平法其他法条，也甲性骚扰防治法指出，法律本来就设计为保障被害人的权益。调查报告会较保守来解说法条，要问讲未来基层人员敢会全体适用哩？这种相同的标准，会互教师对教育部，也甲对规个教育制度失去信心。性平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嘛指出，性平会应该强化多元专业，纳入更较侪性别心理专业代表，也甲学生委员入来。记者采访报道。台湾正是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这65岁以上的人口是愈来愈多。即摆就有一群少年人举办会当练身体佮趣味的活动，帮助这老大人减慢退化速度。今仔日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带大家对镜头做伙来感受这阵时代活力。认真春运活动经过，手艺就练热身。第4届圣诞老人艺艺比赛闹热起鼓，阿公阿嬷换装备自信出场，伫台顶大力拼落，大家的亲戚朋友嘛拍拼加油，袂输是一场闹热的嘉年华会。至少有帮助啦，对身体某种方面拢有进步啊，嘛较有精神啦。身体加尽量，嘛动啥物也较敢赢，嘛行路啥物嘛较有精神。无本来拢安尼走走行，敢无力，即摆较有精神。今摆坐少是决定坐伙人健康生活重要的关键。行动不便，嘛会致使坐伙人减少社交的生活。长期踮伫厝内，会退化了搁较紧。所以推动坐伙人运动的这群少年人，因透过适合老大人重量的训练，增加因的筋肉甲力头，互因坐伙来的生活会当欢欢喜喜。然后我们这个行走的这个半径开始增加，行走的速度也增加，那我们的生活圈可以越来越大。那这样子对长辈而言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那只有肌力训练才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开始喽！左边给左边的球，蓝灯站起来，左边球给左边的。除了筋肉流失，老大人会因为大脑退化，加做失智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在运动当中加入大脑认知的刺激，亲像大风吹结合团结规啊这种趣味的活动，买当加做预防失智的关键。认知刺激运动可以让他们运动过后，其实他的认知功能更好。
让他们避免走入到失智的这一端。脑龄是可以逆转的，你可以运动的时候，再加上认知的一些活动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你的脑会更活泼、更活跃，然后就会更活化，然后你会变得更年轻啊。在超高龄化的台湾，这个幼稚用行动来陪伴这个时大人运动，透过重量训练甲认知课程，或者侪岁人在运动过程当中找到自信，用行动证明侪岁嘛会当有健康的生活。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6度到37度，台中地区25度到36度，南部地区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4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视台语台。阮20印尼来吼，收超过600公吨，咱连那个气头米啊90%都是塑胶，那我们就尽量的让它可以再被用。这温室是较特殊啦，这内底